你们要习惯这样，因为格鲁舞蹈很特别，就是都会弯腰，女生也是一样，好，所以这样微弯，好，那个身体后出那个脚。特别在感恩节的前夕呢，办理这样的一个培训，主要是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每一次传统舞蹈的舞马里面，它有不同的故事跟内容。那希望种子老师们经过透过这2天的训练然后把这些舞马呢带到各村，去做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最重要呀，